要即炒夠晒鑊氣啊！真係打卡一流啊！喺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係機械貓。善九爺喺深圳有2間分店，分別係福田深業上城店同埋今集要介紹嘅南山益田假日廣場店。最近嘅地鐵站就係世界之窗站，由福田口岸過關坐地鐵4號線，坐2個站去到會展中心站之後轉乘1號線，再喺世界之窗站落車。如果喺深圳灣口岸，可以直接 call 車過去。世界之窗對面就係益田假日廣場。嚟到世界之窗站嘅 A 出口，咁前面呢度咧已經係益田假日廣場，可以睇到啦。善九爺就喺3樓啦，咁我哋直接上去啦。由中庭嘅觀光電梯上到嚟3樓之後啦，我哋向左